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一脸坏笑的看着我。怎么了？我给你一个礼物啊，不管是什么你都收下好不好？干嘛突然送我礼物啊？你先说，什么礼物？送你一台电脑。这不是用我爸妈的钱，我是用自己的奖学金。小希，不行，这太贵了，你回去退了吧。哎，发票这种退款证明我都撕了，你想退也退不了了。你必须收下了。你笑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就算没有这些发票，我如果把它放在交易市场上，1个月内我就能把它原价卖出去。我送你的礼物，你就这样卖给陌生人吗？那你可以将来再还给我呀。那你要是非要还给我的话，我就拿去扔了。你又笑什么？我没有烧。蒋振涵，你不相信我是不是？你看着。干嘛，夏林希？夏林希，你不收，我就把它从这儿扔下去。我扔了。好，我要。谁说我不要了？给我。那我真收了。你跟我过来。干嘛？你过来。你先过来。干什么？不许看。不许看啊！你不看。好了。蒋振涵暂借夏林希人民币2万元，承诺5年还清，另付利息5万，婚戒1枚，结婚证1本，房产证1本，一次性还清，概不拖欠。承诺人蒋振涵。谁要你的结婚证、房产证？这是我的卖身契，连人带钱都给你。那我要多收一点利息。是。如果是这种利息，我不介意多付一点的。吓死我！夏林希，你怎么把门反锁了？开门！我爹，躲起来！